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来日今仔日增加700-600外的本土病例，死亡个案144个，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发病2天，人力严重时阵，送病院进程已经无开。群众需了解6月7日施行伫新北市，所有旧情人一直收了女朋友未遂国恐吓内容，目前在警方等着侦办。美国中西部国在传出着枪杀案，凶手总入去病院乱开枪，大死4个人了后，当场自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中重症413个，死亡个案也144个。讲到这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在厝内面伊的症状是会吐、规人颠颠倒倒，送到病院进程已经无开啊，落尾 PCR 甲伊采检是检出阳性，伊对发病到死亡只有2天时间。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这快筛检验制对后礼拜开始实行第2轮，同款是使用这身份证号码倍数相应甲起来，药局一天会当卖到117份。新冠本土疫情由伫高原期震动，这礼拜是增加76967个本土病例，有3县市增加病例数超过万，包括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台北市是落地第5名，增加6000多例，中重症增加413例，死亡有144例。144位的死亡个案里面，135位是有慢性病史那没有打满3剂疫苗的占90位，其中有50位是1剂疫苗都没有接种过的。互人唔甘的是，佫有儿童过身个案是一名9岁查某囡仔是伫厝死亡个案，嘛有患继母对中手术病死，5月下旬出现吐、过长工、细细念、意识无清，家属紧急送医，也毋过到院前已经无生命现象，当时快筛是阴性，也毋过 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累积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儿童12岁以下这个本土的重症呢，总计是30位那其中有4位是属于这个家中死亡的这个个案，那死亡的儿童的累积数是13位。都因为本土疫情严重，民众使用快筛试剂需求增加，指挥中心宣布，为后礼拜一6月7日起，加用抗原快筛试剂实名制贩售，同款采用身份证倍数单双号分流购买，一份估计500块，药局单日配价是提悬到117份。所有人都可以买就是。你以前没有买过，有买过的，有领过没有领过的都可以第2轮的开始，但是要持有健保卡跟居留证。另外，这波疫情什么时阵会降落来？但是中表示，台湾的疫情曲线甲新加坡不了像，目前观察800几头甲花莲情形，确诊率达到10%都有相对反转，佮观察10天左右疫情都会较明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和台中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连续3天拢上万例，中南部疫情继续伫咧紧张，也因为明仔载开始就是5日节连假，民众的四假期，未来确诊人数恐惊会再增加。台中和高雄的市长也要提醒民众，要爱做好防疫。屏东3个月大的查甫婴因为一直发烧送往妇婴病院急诊，互家长质疑无专职病房收治，需要甲确诊大人带做伙，院方出面澄清。隔离病房是大人小孩都同一间，也没有空调厕所就是共用一间。你们确定要住院吗？婴儿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入我们的专责病房去做治疗。那我们专责病房的治疗就跟一般的不一样。家长着急确诊囡仔就医状况，凸显中南部疫情继续紧张。屏东初二增加2700多例，我近的高雄市增加10495例，已经连续3天突破万例。抓算疫情维持伫高原期，台中市确诊数同款是我3天维持万例以上。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5月30日，全国平均感染率9%，大都中的台北、新北甲桃园已经超过10%。高雄、台中甲台南感染率是豆豆提升。新北跟桃园大概都有将近大概16%的一个确诊率嘛，所以它基本上这2个地方都，桃园也是在往下走，那南部稍微在往上，那全国就持续在高原上。我想大概10天内大概情况会很清楚了。指挥中心预估10天内疫情趋势更加清楚，因为进前连续假期过了后，确诊人数明显增加，也互县市首长唔敢大意。那有上呼吸道症状的，请赶快这个快筛
然后要回家的时候。连续假日完以后，那到下一周去，我们就会注意到，那有些这个确诊数字就会跑出来哈，那可能跟大家这个比较频繁的接触有点关系哈。5日节连假3天，路南唱罢，无论是自产旅游，自身健康状况一定要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最近这病例数一直在下降，免路车做快筛来做人也变少了。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讲，这目杀机场对明仔载开始就会收起来。也讲到这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防疫检门诊的体检站6月初3也会先收起来。不过这树林自由广场这2个所在，伫5日这连假的时阵，也是继续提供服务。北部疫情慢慢有较稳定，台北市卫生局指出，台北市最近1礼拜确诊病例数继续下降，车内所检查站最近实际服务量也减少。台大医学院体育馆甲木栅机场车内所2个防疫检门诊的检查站，会对6月初3开始停止服务。市北科市长指示我们这3天连假还是会维持一线，但时间会缩到下午4点钟结束。这3天连假会先减时，然后下个礼拜如果量继续少的话，我们大概就会慢慢撤除。诊所甲病院拢有实时的问诊，加上快速检查阳性，等于是较紧来实施。台北市也评估3大车内所退场的时机。依照统计数字来看，5月31甲6月初1这2天，只有北市区甲中正纪念堂服务人数较多。木栅机场分别是229人加236人，台大医学院体育馆防疫检门诊的检查站人更较少，连续2天拢无到20人。相关人无需要中正纪念堂儿童疫苗注射站。台北营总派出80多名的人力，规划1天会使注射2400人，不过头1天敢若注369人。如果这样的话，今天、明天就收起来了，不要再弄了。但是来没有告诉你，也没跟你商量，离开你跟他建议，他会听吗？不会。打疫苗或很多的公共政策，当然一下人来很多，可以服务很多人很好，但不是就是说比较少，人比较少就要把它关掉。我们是认为多一个人打，多一个人的方便，那就是造福市民。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数字，7大儿童疫苗注射站开始自到初二中昼，总计服务量合计是9203人，也提醒民众5日做年假无休假，拢用随到随住。另外疫情的部分，议员即期中央公布的致死率甲其他邻近国家来比较是加真多。不过郭文哲认为，上早统计较适合的统计时机是疫情较热了后，不过即阵确诊数依然伫清悬，统计若是较慢做，数字应该无共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有一个查甫人，顶个月确诊解除隔离了后，伊快筛阴性登去上班，想袂到过无偌久的时间，身体出现不爽快，伊家己做快筛，佫出现阳性。经过医生认定讲，伊是第2届感染，伊想要请假申请这隔离证明，却去互系统挡落来。指挥中心表示，这第2回感染，就要看伊的病毒量，用病院来判断讲敢需要居家隔离。基本上，这第2届感染是唔免隔离。对健康准谱显示，画面因看到，伫短短1个月内有2摆的新冠病毒画着记录，伊是住伫桃园市市场查甫人。5月中感觉家己身体无爽快，采检是阳性。提出隔离了后，家己检测确认是阴性了后，登去公司上班。无想到5月下旬，佫再出现画着症状。经过检测了后，伊佫是阳性。家己就医了后，被判定是第2摆感染。想要为家己甲厝内底人请假，家己上传通报系统申请特殊隔离证明，却是互系统挡落来。我是属于高风险族群，那个我肺不好，我想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后来我又再次去医院，医生也给我看诊，然后我有问他是不是属于2次感染，其实医生也说不确定。赵先是讲，因为这摆症状比头一摆画着时阵也较无爽快，医师除了开飞水的口服药，也甲讲必须要重新来7天加7天的隔离，密切接触者也必须要隔离。打电话到1922去问，有一寡回答讲按照医师的指示，也有人讲无需要。去问卫生局也是安尼，互伊感觉真困扰。隔离之后，最近还是会觉得有咳嗽，还有身体不适的状况，所以月底的时候有在前往医院就医。医师评估这是同一次的一个病程，看他的一个相关的病毒量或怎么样，那由医院这边来判定是他到底需要不需要居隔。不过基本上如果是2次
感染的话，基本上是不用的嘛。随上根据指挥中心规划，民众在确诊了后3个月内接触确诊个案，无需要把列为接触者，而且在确诊了后3个月内来检测，以往有可能呈现阳性，所以讲袂得做第2摆确诊的个案。如果曾经感染过的话，不是疫苗相关的抗体就会变阳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曾经自然感染过，而且这种，核蛋白的什么 IgG 抗体这些，应该是感染以后是终身持续存在，不会在短期之内消失。因此强调，康复者也是有可能再去画到，所以讲建议，若是康复了后，也是要照规定来补足朱好这疫苗，也个必须对发病日也是确诊日开始，至少要隔3个月了后接种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有一名国小2年仔的妹妹，因兜5个人、4个人确诊，独一个妹妹伊无来确诊。医生认为讲，可能是妹妹生活习惯较好，卫生有在注意，才会当降低感染风险。杨小妹和妈妈抱伫怀中，也和妈妈特别唔甘，因为一家伙5个人伫顶个月中开始连续确诊，不过只有8岁杨小妹一直拢无感染，就算大做伙快筛也拢是阴性。我会先打给妈妈说我起来了，才去妈妈会叫我去刷牙尿尿。中华县有民众一家人，大汉查某囝甲第2查某囝分别伫17、18确诊，杨爸爸甲杨妈妈也伫21、22确诊。因为大是透天厝，确诊家庭集中搬到3楼，杨小妹是家己一个人住伫2楼。关心啊，拢私信甲伊讲话安尼啦，伊就。伊感觉伊是一个真独立的囡仔。只要餐点送给他，他吃完他会擦干净，然后因为我们有交代，就是酒精要喷，所以他有喷完。杨妈妈讲，隔离期间拢可细心关心细汉查某囝，平常时啊送餐也尽量避免接触。细汉查某囝也家己照顾家己的生活。医师表示，大做伙家庭拢确诊，敢若细汉查某囝无着病，应该甲生活习惯参落实卫生防护有关系。家人的生活习惯都大同小异，那吃的东西也一样，那也许有不一样是这个孩子特别注重防护，他口罩戴得特别好，他卫生习惯特别好。陈明强表示，大家防疫的效果除了疫苗，也搁爱搭配生活作息甲运动，参均衡饮食拢有关系。那体质甲基因是关系无大，另外大的环境，若讲会当甲确诊者分流，对防疫也有相当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日召开记者会，伫咧记者会顶头讲，即个市面上的福吉米喙烂快筛试剂，原厂的说明书无写讲会当检验 Omicron 这款的病毒。即期卫福部说，伫咧 Omicron 上解严重时阵，核准这款快筛试剂入来。甚至有民众认真讲因的囡仔症状是真明显，喙烂快筛说是检不出阳性。指挥中心表示，这说明书当然是未写新的变种病毒，这快筛试剂要入来进前拢检验过，只要是 CT 值伫24以下，拢检出来。本土病例数一直真悬，快筛阳经过医师判定看作确诊上路了后，也予快筛需求增加。尤其喙烂快筛推出了后，会当免受吐片之苦，引起真侪讨论。因过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提出福吉米韩国原厂的英文说明书，显示会当侦测变异株范围，包括阿法、贝塔、伽马、德尔塔，都是无写 Omicron。这段时间密集的核准快筛试剂。是什么时候？是 Omicron 病毒在席卷台湾的时候啊！那你当然必须要进的快筛试剂 ，Omicron 要测得出来嘛。进口的时候经过食药署的检验，那检验的情况下也有用这 Omicron 去相对的做试验，基本上验的测要到 CT 值24以下，那比较准确的验出来，但是这是符合我们的规定。指挥中心回应，以前的说明书未有新的变异株是必然的，若无就变作是未来试剂，而且快筛试剂拢是经过食药署检验，一切符合规定。不过，南亚立委也提出质疑，接到民众陈情，CT 值12，结果福吉米喙烂快筛刷验会出来，也有囡仔症状明显，使用喙烂快筛也是同款验袂出阳性。对此，医师表示，囡仔要吸出浸到后的喙烂确实有难度，正确操作才会当得到较精准的检测结果。小朋友不会知道什么是深喉唾液啊，他们就是只会最多啦，或者只会吐口水，可能就
就非常好了，变成就是说要病毒量比较高的人，他才会被侦测出来啦。那有些人他即便有症状，因为每个人对病毒量的那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病毒量很少，弱阳性的时候，他其实症状可能就相当严重。医师也提出，若果有新冠相关症状，本身有中重症危险因子，还是囡仔有慢性病因子，就算快筛迄当时无检出阳性，也毋过监控依然爱继续快筛，必要的时阵也是爱启动相关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一个2岁囡仔恩恩染病了后来过身，伊老爸要求新北市政府就要提供予伊当作敲电话讨救兵叫救护车这个通话的联络记录。不过新北市消防局说用个人文书做理由，无法度提供录音档案，敢若会当提供文字档。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表示，这个标准是119勤务中心对每一个民众拢共款的，无特别甲囡仔老爸刁难。专工上北去新北市政府，因为当初求助81分钟才坐到救护车。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路尾较进不幸过往。爸母即日去签到就医的时间，希望找出去签到时间的真相。不过恩恩因老爸讲，消防局查日以个人文书做理由，敢若提供因牵手向119报案沟通电话内容拍字的文稿，要互因全部通话录音档。中央的1922都可以依照我一样的请求。给了我录音档，一样都是政府机关，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辖下的消防局有这样子考量？这让我非常的不能理解。我没有通话的原始录音档，我怎么知道你这译文的编译的正确或不正确？恩恩因老爸讲，迄当阵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用25分钟才联络到卫生局，了后协调送病院，各用要半点钟。这段期间双方是安怎沟通的？恩恩因老爸讲，也无消防局联络卫生局等等的内容，所以也唔知影。甚至已经有甲因讲，因后生出现什么症状，嘛自己讲是安怎无法度以紧急送病院的指引来处理。119是勤务中心，他每天要接到数万通、数千通的这个电话，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原则跟规范。你不能给的标准就是我们从119勤务中心到目前为止对待每一个民众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是安怎无法度提供通话录音档？新北市副市长刘浩然回应讲，因为有相关的规范，原则是119勤务中心目前对待每一个民众的方式拢是一模一样的，嘛强调讲只要对方想要听，随时拢有专人会当送过互听。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针对着13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宜兰出现正大阵的雷公雨，地势代替宜兰鼓山到大理路段，这山架的土石啊，冲冲入来，铁基路也拢淹水，有一段时间是无法通车的。水有冲下来，淹到路面上西正线那边。我们的公务同仁已经到了现场，会先抢通东线的部分，之间他们还在评估当中，他们都在赶到现场去做评估了，也做抢通的动作。经过抢修，下晡4点的时阵，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下方出现慢困的情形。除了铁路交通受到影响，大溪渔港路段也因为这雨水伤过大，白虎小套全部拢冲入去大溪食品加工厂，造成损失。另外，伫罗东运动公园附近的车路也因为排水白虎出现淹水在即。伫明仔载开始，就是5日节3天的连假，也因为这2天啊天气真热，气象局表示连假头一天天气和今仔日是差不多的，过到了后会落雷公雨，拜六水气变较济，过到也有可能会落雨。后礼拜一的锋面接近，佮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无讲介稳定，水气也会较济。对后礼拜2开始，可能会落今年第3阵的黄霜雨。日头真炎，未少民众趁好天，透早去公园散步运动。气象局表示，早起各地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高温达到32至34度。台东县的高温甚至有机会升到36度。不过过昼嘛，因为热力作用，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按算5日节迄天的天气嘛，差不多同款。在明天端午节的天气跟今天是比较类似的。在整体上的一个降雨还是会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各地的山区、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是一个比较有降雨的一个地区。气象局表示，5日节连假的期间，各地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高温是30度以上，会较热。不过初四、初五这2天，西南风增强，水气变较高，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过道甲其他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
到初六，也就是后礼拜一，风面接近，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天气会较无稳定，水汽嘛会变较高。初七，也就是后礼拜二，会有第三波梦境雨到位。快的话，礼拜一晚上大概锋面就会来到台湾的附近，大概是今年的第3波的这个梅雨锋面影响到台湾。大概从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然后下个礼拜二甚至一直延续到下个礼拜一整个礼拜目前来看，应该都是会受到锋面的影响。那当然也容易会出现这种局部性的大雨，甚至是局部性的豪雨都有可能会发生。拜五就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国公局表示，拜四就会出现头一波的车阵，按算规港的交通量是109万车公里。也若国道5号，按算过道会开始车较济，要到半暝了后才会较松透。另外，国道1号罗南杨梅到新竹，国道3号罗南土城到关西，按算暗时6点开始车会较济，一直到9点了后才会较好走。也若5日节迄天罗南的车会真济，建议民众会当走替代道路，或者是早起6点进前，中到12点了后出发，较袂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军中骚扰防治法6月初一开始施行，伫双北也出现头一个军中骚扰法的犯案案件。警方表示讲，是对侦判伫去年已经册啊，查甫的真唔愿一直写一寡猥琐简讯予这个女性，甚至佮恐吓。这个女性呢有去申请保护令，想要到这个查甫人继续佮骚扰，有犯案的可能性。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在侦办当中。你再走，你是要报警啊？沿着楼梯一路6楼，住户指控穿青衫的查甫人涉嫌跟踪伊的女朋友一路对到公务大所在。怎样啊？你没有怎样，你从刚就是跟着我女朋友，你现在怎样？双方虽然讲家己的，以往发生这类涉及跟踪骚扰案件，无全法可管，也毋过6月初一，经司法审制上路了后，双北也出现头一类触犯刑法的案件。从去年底开始，持续电话跟简讯来骚扰。那昨天这个前男友还是一样用电话跟简讯来骚扰她可能就是一些恐吓的言语确实符合跟骚法的要件。双方分手了后，前男友的简讯无停过，一字一句拢真歹听，甚至也有恐吓意思。警方讲，就算当事人进前已经向法院申请过合法家暴保护令，不过对方犹原继续骚扰，即摆就已经符合跟骚法构成要件，包括继续反复、甲性参性别有关系，互当事人心理会惊，依法合法书面告诫。相关案件也将函送检方侦办，针对违反家暴保护令部分，也将继续侦办。2位民众的话报案，一件的话被那个这嫌疑人那因为有精神障碍，那另外有一件的话是称为男女朋友。反过来看，台中市经司法上路了后，已经接到2件报案，也毋过2件拢无适用刑法。台中市警察局长解释，其中一案是因为情侣关系涉及家庭暴力防治范围，另外一案因为嫌疑人是精神疾病患者，当事人同意无追究。有关精神个案，卫生局也表示会做后续追踪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水牛城枪杀案、南加州教会枪杀案，还有德州小学枪杀案过后，无到3礼拜时间，伫中西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初一个再传出着医疗机构去互一个嫌犯冲入去乱开枪的案件，伊杀死4个人，这个非洲的嫌犯犯案了后，当场自尽。奥克拉荷马州的首都托尼萨市的圣方济各病院。初一下晡，有人伫遐乌白开枪杀人，一个肥下差不多30-40岁查甫人，手举2支枪，一支长一支短。伫个纳塔利医疗大楼2楼的门诊手术中心、甲联邦保健中心，乌白开枪杀人。警方接到通报了后，3分钟内就赶到现场，伫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做搜查，确保无其他威胁。毋但安尼，美国分州枪炮、甲暴力物管理局，也有消防大队的人员拢到案发的现场，而且伫个附近的一间国中设立中心，要替民众倒找因伫咧案发现场的亲人。Sad. I was coming to the doctor, and I got my grandkids with me in this terrible scene. It's awful. 托尼萨警察局副局长达瑞希向媒体表示，这个开枪的人当场就自杀，因为犯案的动机也要调查。The officers that did arrive were hearing shots in the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directed them to the second floor. Right now, we have 4 civilians that are dead. We have 1 shooter that is dead, and right now we believe that is self-inflicted. Officers have not been interviewed, but we're certain
that's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on his part. 这是伫咧水牛城枪击案、南加州教会枪击案、德州罗皮国校啊枪击案了后，无到3礼拜时间，佫新增加一个枪击的事件。总计为今年1月份开始，全美国夺走4条人命以上的枪击案已经有12件，而且到达已经有76条人命无缘无故互大死。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人若向着日头，乌影永远伫脚趾后。罗西亚接上乌克兰的战争，6月13是已经是100天咯。就算这战火无情，民众也是爱过生活。有咖啡店重新迎接，药芳店对战争开始就无效果。另外，这乌克兰国家脚球队也甲苏格兰拍败，继续要来拼命下。民众做伙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下室，大家是欢喜小揽大声喝休，暂时袂记哩战争的代志。庆祝乌克兰国家脚球队找伊伫世界杯外围赛欧洲区附加赛以3分比1分拍赢苏格兰，要继续拼今年11月底伫卡达举行的世界杯。这嘛是前2月份去俄罗斯亚入侵了后，乌克兰头一场参加的脚球赛。I'm hoping that these guys are sportsmen, can show the strength of Ukraine, not only on the battlefield but also in sports. 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6月13就满100天啊！为着展现乌克兰人坚强的意志，未少民众选择互生活回归正常。第2大城哈尼科夫在地上界出名的水晶咖啡馆有重新营业，互民众会当照常来啉一杯米露或者是咖啡。 2 місяці все-таки робочі місця потрібні. Місто трошечки оживає. Людям хочеться також цього, не знаю, випити кави, сходити, звичайно, тому що всі. 哈尼科夫的街路嘛开始有一寡咧卖菜色果子、甲鸡卵的贩啊。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因为战争无收入，所以去买的人并无多。也若伫咧基辅北边的新北电影负责，当地即间做胖的工厂，伫咧战争要100天的这段时间，前到达是拢一直正常运作。就算捌离罗西亚军方战线，敢有8公里，员工调伫咧遐，不过因也是坚持每一天拢做上市现行的胖。不过部分生产的设备去罗西亚军方破坏，这嘛互负责人是真痛心。 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керував будівництвом цього заводу, і коли 17 березня цього року я приїхав, і тут ще працювали пожежні машини, стояв дим, всередині ще все горіло, в мене просто були... 就算罗西亚军方早就已经离开基辅的4颗粒啊，不过做胖的原料也就是种麦的所在，涂骹底足侪拢有地雷，无论是要种植或者是收成，拢拄着真侪困难。 虽然产量敢若剩之前的1/10，不过即马基辅附近的民众渐渐啊转来啊，只要还有民众需要食食，因就会继续做胖，互大家食。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若准你无法度自由去讲，你就无自由的思想。历史天安门事件伫要33年啊，过去香港拢会举办真侪纪念晚会，毋过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也有人因为举办这纪念活动去互抓起来。 今年也算是头一届无举办这纪念活动的头一年。今年是历史天安门事件33周年，伫港版国安法迄件效应之下，香港将头一摆无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咱国外交部也向当年牺牲的中国民众表达悼念，佮呼吁中国人民唔通放弃争取民主理念，相信自由，继续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今年香港已经没有办法再举行任何纪念天安门的活动了。 但是在台湾，我们没有忘记天安门的屠杀事件，历史是不能够抹煞的，事实也不容抹去。为了纪念历史，即马住伫美国的历史学院领袖王丹伫面册发表公开批，呼吁大家拍拼维护历史记忆，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更加倡议成立历史纪念馆。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其实起到的不仅是个守护历史的作用，也是希望通过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冲击现实的政治，进一步的冲击中共的统治。 伫台湾，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真侪民团，6月7日伫中正纪念堂开设跨境艺术展，展出内容包括历史学院、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7日将伫中正纪念堂举办纪念晚会，为年和香港大学跳跳的故乡日条，迄天也伫现场重现。会在这个中正纪念堂树立去年被在香港被推倒的。 国殇之柱，象征我们台湾跟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以及被压迫的人群这个站在一起。
张建源表示，这摆活动除了替中国大陆香港人民保存历史的历史记忆，也提醒台湾人民居安思危，无将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国家主权、宪政民主，香港就是一个真好的例。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起升起海军陆战队陆战六旅视察，体验操作各组的反装甲火箭，而且也是头一届去到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这个所在顶一回去互媒体开放采访，已经是19年前。头套拿起来很重吗？不会啊，我是在试它的重量，也蛮好操作的。轻松就甲红准反装甲火箭放伫肩胛顶面，身为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真有架势。蔡总统行程原本只有听出各自武器性能的简报，却是真悍的对官兵手内主动接到重量95公斤的红准反装甲火箭来操作。我们刚才有另外一个女生已经给大家录是吧？不要太小太小。活日做连假进前，蔡总统在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陪同下，先日先到海军陆战队陆路来围编部队。陆战队展示在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引起讨论的标枪飞弹、气箭飞弹。特别注意的是，由军备局演化的上新 T-108轻型出击枪也头一摆对外公开，展现国防自主的成果。蔡总统也是到国防医学院有医所，不过 PC 实验室依然无对外开放。医所也结合了中研院、国卫院、卫福部等产官学多方的合作，在自动化核酸检测以及抗原快筛的研发上，有许多卓越的成效。这样台海情势真紧张，引起美方的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前是讲，美国愿意扩大对台湾的武器的援助甲军事训练，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5月北京时，中共目标在2027年进前得到入侵台湾的能力。CNN 分析报道指出，中国可能在扩建中获胜，不过必须付出血腥的代价。就算中国大陆有庞大的陆军战力，但是战甲车辆没有办法渡过海的话，其实基本上来都是没有用。只要我们的海空军能够够强，或者说能够撑住对方发动第一级的状况下，其实我们都还有一搏的空间。专家讲，两方有海峡隔条例，加深强军反台难度。国军在本岛甲海上部署各式的导弹，做了强军处理制空制海权。不过最近军事局未按加客条例，强加拍乱国军建军的规划，必须爱小心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宣布，台美经贸合作关系有新突破，决定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贸易谈判，不过在野党说出的积极。行政院表示讲，这有继续伫咧接触，打算继续推动，希望会当达到签署到台美贸易协定的目标。行政院宣布，台美达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月底双方会在华府举行头一摆会议。不过在野党质疑，这倡议无牵涉商品贸易，这深水区的议题，何蔡政府摕来对来宣传。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台美经贸议题已经展开新的一页，那继续推动，希望达到签署台美贸易协定目标。开始谈而已，而且只是谈的项目，而且最重要内容，商品贸易。跟服务业贸易也没纳进去，或者我们最想要的 FTA 也没有纳进去，协助我们加入 CPTPP 也没有纳进去，标准的大内宣。这个架构已经包含印太经济架构的所有的重要因素在里边，这些因素在我们这个谈判里面，后面它的效应能够去促成跟美国一个或多个的协议。包括 BTA， 它是一个高标准的经贸的一个谈判。那这个谈判如果能够持续推动的话，所谓能够达到台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会是空中楼阁，已经是踏上第一阶了。学者是分析，台美部分谈判内容是中国所无法达成的，针对中国未来意味真高。综合这个未来要谈判议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呢希望跟台湾合作，那一起来对抗就中国呢它一些非市场机制。纽时报解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美国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罗秉成讲，台湾甲国际关系愈紧密，国家的防卫才会得更加稳固。因一旦台湾受影响，其他国家也连带被影响。另外，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帮助，两者是密切相连的。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要提55亿补助振兴国内旅游，本地9月初已要推动，即马提早到7月15。初步规划国内旅行团上济会当补助3万，并将自由旅行票店一枚上济补贴1300块。希望呢，撑到疫情过后，事实上很多业者已经真的快撑不下去。观光旅宿业振兴补助款55亿，这条救命钱总算提早伫7月15拨落来啊。如果他7月或8月缓和下来的话，大概9月、10月就有人潮出去玩，一日游或2天1夜的就可以出去了。我比较倾向跟团。观光局初步规划，这55亿会用来刺激国民旅游。团体旅游的部分，2天1暝以上的，一团15个人会当补助2万块，还佫有另外的补助，包括请无固定头家的导游，还佫有非假日拜2至拜4出团等等，只要有符合一项，就会当补助5000块，上济补助1万块，等于是每一团上济会当补助3万。针对旅宿业的补助，礼拜至拜4，只要住伫合法的旅馆或者是民宿，一间房间一暗上济会当属800块。另外，若是初级的旅馆、甲访客民宿，也就是台湾官方为合法民宿内底精选出来的民宿等等，会当佫加属500块。若自由行的住宿，上济会当属1300块。另外，主题乐园若是非假日去，门票会当拍到3折。其实它诱因面都很大啦，就变成是我会依照我自己的行程去计划。一样是先抢先赢，经费用完之后呢，住就立即就会被停止。从昨天开始宣布之后呢，就是开始抢房的时刻。观光旅宿业是头一个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嘛上大，即马强要记载袂掉啊。根据观光局的统计，目前全国的旅行社存3910间，暂停营业还佫有收起来，差不多是72间。若旅馆住宿业有3478间，暂停营业还佫有收起来，差不多是31间。旅行社实施无薪假的人数有9123个人，住宿甲餐饮业有2610个人。政府的振兴措施的实施，代表了就是政府预估疫情会趋缓，那这是消费信心的问题。记者表示，这条55亿的振兴款项是来了真着时。观光局表示，特色团旅游补助6月底就会到期，若是用不了，就会延到7月份至8月份。也若爱做3档疫苗的规定，敢是要改进？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暂时无要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消防队顶个月摕到全国亚军了后，甲因归队人做快筛24个，有19个人确诊。有人质疑讲是无顾选手健康，叫因落去比赛。不过新德县棒球委员会是讲，伫咧比赛进前拢有确诊健康状况，应该是比赛了后才确诊。选手尽全力甲球攻出去。新德县消防代表队顶个月来到台南参加比赛，摕到第2名的好成绩。不过比赛了，却传出球队24个人有19个人确诊。这站有风声讲球队明明知影这款情形，却让囡仔出赛。家长听到这种讲法，出面澄清。作为家长的本身非常的气愤，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不明人士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既然都一切按照大会的规定，比赛也按照如期去进行，那最后发生问题了。把后续的问题解决好就好，不用去伤害到小朋友。扭曲事实，说我们教练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染疫，还让孩子们上场，完全不是事实。球队表示，比赛期间确实有一个球员因为身体无爽快先离开，不过其他的人一切拢正常。绝对无讲确诊佮强迫囡仔比赛的代志。新德县棒球委员会也要求传消息的管议员出面道歉，若无排除提告。不过管议员拒绝，伊认为家己是接受真情监督教育处。是由民众举报给我，我了解了以后，再向我们的教育局这边来做一个确认了解。那我发现教育局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掌握我们球员的一个状况，甚至在这个确诊人数上面也有一个不是很确定的一个情形。未来也希望新竹县教育局制定一个好的 SOP 来保障学生的安全。教育处回应讲，比赛进前拢会要求学生落实防疫措施，而且随时注意身体状况。无论是比赛前甲比赛了，要回来的时阵，嘛一定要做快筛检测，来确保学生的健康。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
6月测试就是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老师的资格考试，不过即马传出有考生因为确诊无法度参加，也无补考，等于是规年拍拼拢乌有去。今仔日就确诊的考生甲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相关部会要解决。我当下快筛阳性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犹豫，因为我知道通报了，我就会失去考试的机会。H 小姐透过网络参与记者会，伊原本要参加6月测试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教师的资格考试，却伫5月29确诊，而且相关单位拢讲无任何补救措施，毋但一年的拍拼拢乌有去，嘛因为爱考试通过才会使实施的规定，就连续影响到实施的计划。我虽不鼓励，但我真的能够体会考生即使有症状，却选择不面对的心情。如果补考跟另辟考场有难度，因为时间太匆促的话，至少在后续的实习顺序上，能够给予我们弹性的调整跟选择。教育部表示，到测1为止，即摆考生有37个确诊，占整体0.38。考虑到考试的公平甲日历分配等等，是无法度补考试。嘛因为时间伤赶，无法度设置确诊者专用的考场，实施的时间嘛因为法律规定是无法度做改变。我们在短时间内同一年度，我们要进行补考，要确认那个考试内容的鉴别度，素养导向的题型，所以素养导向的题型研发的难度又更高。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办理补考，也没有考虑补考的原因，主要是这个。现场并无讨论出解决方案，在场立委激励，要是有一寡学系的考生，就算有确诊的状况，要是会使参加学习第2阶段的考试，希望会使在一定的防疫措施之下，让确诊者独立的考场，嘛讲会搁再发文要求教育部改善。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为着要互一寡身心障碍特殊教育学生，莫因为动片看快胎受伤，即马在地善心团体有捐一寡最烂的快胎剂剂，互家己特殊教育学校，希望会当照顾到身心障碍者。小声，对，没错，吼，这样了解吗？老师要到在替特教学生上课，一寡厝内无法度照顾的囡仔，也是会当来学校互老师照顾。学校讲，特教生伫厝内上课遇到的问题较侪，所以家长的配合真重要。那我们的孩子的特质就是不会像普通孩子会乖乖坐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家人多一些协助。那我们除了用线上教学之外，事实上我们老师也是持续每天都有跟家里跟孩子做联系的部分。除了山顶教学需要家长配合，本身嘛是特教生家长的台湾民众党家己市党部主委，嘛邀请在地善心团体捐600组用喙烂体检的器械，互特教学校甲家己市政府。我在帮我女儿做这个鼻腔的快筛采样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过程中，他们会挣扎，常常会把他们戳得流血。有200剂买老荷兰的这个各国中小来运用在我们的特殊教育学生上面。另外各有100剂这个保魂，那我们会用在我们的弱势民众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在机构里面的这些有需要的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我们街头的游民。家己特教学校表示。学校目前照顾的学生，为学龄前到高职计共205位学生，这喙烂快筛器剂，方便学校替学生做体检，嘛会更较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合欢山顶头的暗空公园，捌经过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南投县政府为着要防止光害，制定出驻地条例。这车若停好势，第3分钟内就要关车灯，违规者上侪罚1000，按算8月要开始实行。合欢山有真好的看车环境，2019年嘛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正做台湾头一座暗空公园。伊规定，当年定期爱提高夜空观测品质、定期检量等报告书复检。南投县政府为了保护星空资源，防止公害，即马制定南投县合欢山暗空公园管理驻地条例，将明定车辆停好势了后，3分钟内爱关掉对外所有公园等措施，违者处1000以下罚款。车辆停妥的时候，那在3分钟之内。我们一条规定是3分钟之内要关闭对外的停止车外的一个光源哈。那这个部分
也是要确保说不要去影响到游客然后的一个关系。官府强调，车内公园无伫规范内，涉及救灾还是其他紧急情况者也无伫出现。尤其使用手电仔是爱限制伫设分3000K 500流明以下相当 LED 灯5瓦的光度。曾经永续发展协会赞同制定条例，也毋过认为开发无应该是目的，事情对民众的教育推广才是重点。因为纽西兰就是用星空去认证了世界文化自然遗址认证出来了，那这个星空其实也是值得被保护的。那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推广的过程里头，能慢慢的把这个守护星空变成一个我们在地的文化。南投县府有计主持条例伫6月下旬期会的定期会都会当审议通过，过报请交通部核定了后，上近8月就会当公布实施。也毋过也承认，因为环保署无相关的母法，环保稽查人员伫取缔认定甲违规认定，拢也需要细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七股有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粉红湖风景区，最近是真红，事实上是这渔民培养着光合菌发芽，要来饲蛤蟆的，也因为真特殊，就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画面上这片粉红色湖水，就是位在台南七股的鱼群啊。不过，唔是为着要饲鱼，这是饲蛤蟆正经，大成饲光合菌的培养池。因为这个光合菌会甲池仔内有机菌发芽，所以水才会变做是粉红色的。安尼美景，也有人甲叫做是台湾版的粉红湖。咱即马目前所看到，伫我后壁面看到这粉红色的这鱼池啊，吼，就是渔民呐，吼。伊培养一个光合菌，吼，这是要来养殖这个蛤蟆啦，吼。咱来繁殖鱼仔较经济价值的这个鱼仔的时阵，咱拢会提供这个光合菌呢，吼，要互因食，吼，包括就是改善水质，吼，就是好菌来食这个歹菌呐。全呢这片粉红色鱼群啊，最近也变做是游客登开热门风景区。不过嘛，发现部分的民众为着要翕水水相片，就凊彩去沙塘边仔渔民工作的家私，佮头等石头入去云仔底。李长也呼大家发挥公德心，莫去影响到渔民工作。伊是吼属于私人的空间嘛，那么呢，咱希望吼。咱的游客来到这个所在吼，要欣赏遮尔美好的这个鱼池的时阵吼，我那将咱的本事，家己炸来物件，就甲炸出去，吼，莫去甲影响到吼，咱的养殖户安尼吼。过去若想要看到粉红湖，就是爱走去外岛金门，同款拢是鱼群饲光合菌所生成的。现在想要看到这块美景，就唔免去走远路，台南七股就看有，也真做是新发展限期间才有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虎尾有免钱的盐水塘口口是虾米原因呢？咱做伙来看卖。田里一群人拼死咧烤菜，因为大家拢听到消息，讲前一阵啊雨水高，这盐水一声生甲伤长，农民被苦瓜，摕去巷口人也唔知，所以菜园的主人都规起开放给民众来烤免钱的盐水。都较长啊啦，较长爱去寄去巷口伤长，伊讲。无啊，我种开放红去办无我嘛是洗掉，会食物件就是爱红去食。哦，我遮种真侪，我种教外地咧啊，是这区伤长，伊挂无了无，进前遐较底拢挂甲清气啊，拄着落雨，2工去就长起来啊，罕你拄着这个情形啦。农民讲，伊种盐水20外冬，也毋捌拄到这款情形，一寡洗了较底、好看头的，早就挂去市场卖啊。剩的一寡论斤来讲，品质真好。因为镜头这嘛唔敢放掉，转互人免钱来办，一个早起随风烤不了。我是人家报的，无我嘛唔知影。有因这遮好，才有买互安尼来烤啦，无人为的人嘛是宁愿说得胖胖的啊，落去做肥啊。我想说，家里也刚好没这个香菜了，就过来拔一些。你摘多少了？一小袋而已啦。民众好康到相报，做伙来烤盐水，有的讲要欠芳，阁有人讲要煮茶啉，分送互厝边隔壁。大家拢真感谢农民的分享，嘛趁这个机会加烤一寡，回去研发盐水的料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册展今日开始起稿，今年除了特别有说乌克兰册展区，也有乌克兰插画家的创作，甚至有法国主题馆含台湾本土意识的册。
对保护国家的乌克兰阿兵哥，到咱的乌克兰居民到电视台的和平鸟，一笔一画，拢是平均20-30岁乌克兰插画家对和平的愿望。本身就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人，今年才19岁的 Valentina， 伊讲家己虽然要咧逃难，不过伊自细汉就希望会当甲国际分享乌克兰的文化。伊真感谢台湾邀请伊来办展览。I have to start this by thanking Taiwan. You know, for me personally as Ukrainian and for Ukraine as a whole, we are facing the extinction, the elimination of our culture, because this is what this war is about. It's a genocidal war. It's about extinguishing an extinction of Ukrainian culture. 除了乌克兰历史文化甲各族认同的册，2022年台北国际书展也有法国主题馆，甲真侪台湾本土意识的册，包括罗河专辑、叶石岛小说集，也有改编汉诗、古典诗，予囡仔看的书。台湾文学馆呢，伫这区内面呢，策划一个台湾的文学史，就是600年代以来，咱文学是安那冲破这个思想禁锢的范例哈。啊，慢慢呢，咱享受讲今仔日的自由。以前一年大概有50万到70万啊，我们希望说，如果有到他们的以前的1/3，应该就不错。我们会做最高级的防护，保护大家的平安跟健康。就今疫情摊开，册店6个出入口拢有设防疫门，提供全身消毒。文化部也表示，今年有31个国家、364间出版社来展览，因也搁加设20万张100块的买册抵用券，入场的民众拢有得领。记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报道。科学家发现到地球上上界大的食物澳洲海参草，伫咧海底面积有2万个卡球场遐尼大，而且已经生态4500年了。这片伫咧澳洲西海岸沙鱼湾发现的澳洲海参草，经过基因检测，确定是有4500年历史的单一的海草食物。因若伊摊的面积，即嘛已经有2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2万座卡球场。也就是讲，伊对上起初一粒子伫咧海底慢慢大长了，即嘛已经成做地球上上大的食物。科学家上起初伫咧找澳洲海参草的遗传差距时阵，拄着困难，因伫咧2个离180公里的所在。采集样本，发现这款样本拢是同一组食物，感觉真奇怪。上尾也发现这是同一组食物利用地下茎的方式伫咧摊，地下茎每年上最只会当成长35公分，所以若照安尼推算，这组澳洲的海参草已经活4500年啊！因若伊的带状物向四面八方伫咧发出去时阵，为只敢若10公分，为是会当生到1公尺长。另外，沙鱼湾的生存环境对于真有挑战性，这组海参草嘛，敢若已经适应比其他海湾盐度更加悬的环境，并且会当伫咧摄氏15到30度的温度生长。而且伊因为遗传的问题，敢若无法度搁摊后一代，就安尼靠家己的能力一直摊到即嘛。科学家认为食物无性，一般因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减少。科学家伫咧伊的生长范围内检测到一寡真奇妙的基因的突变，可能就当解释讲伊会当活这么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黑龙到新竹对25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收看，咱再会。